认识圣灵，但是今天主耶稣说：“我要采圣灵宝贵师来。”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说：“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使我的心敞开。”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，让圣灵住到我里面来。”在这个时候，花点时间跟圣灵说话，跟耶稣说话。我们邀请圣灵进来，说：“圣灵，我不认识你，但是我愿意。”我们一起邀请圣灵。圣灵，请你来。让
己要先信耶稣，不要说我们在教会就一定信耶稣了，因为那需要信心，那需要经历。我们一起来唱，来唱信心。第348首，按照会记哩。